世界万项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今仔日风台天，咱继续来关心春无5天的美国总统大选。美国总统选举大战斗 ，Trump 渐渐入角到，何今内呢嘛唔是塑胶有得赢民调，随胜随负。 敢有影会当影响世界大势，要安怎走？今仔日4位专家斗阵来讨论。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中央研究院後美所研究員林正義，大家平安。第二位政大國際事務學院院長連鳳儀，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晚安，大家好。 那麼第三位台灣智庫執行委員張國成，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第四位國政基金會副研究員李正修，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咱繼續來關心美國總統大選後禮拜5天外就要來舉行咯。前幾天呢 ，Trump 喺紐約咧做勢的時陣，來駐港的戲劇的這個藝人啊來講。 講哦 ，Puerto Rico 是一個笨色島。佮講中南美洲的人愛生囝，互批評是種族歧視。毋過後來拜登批評的時陣，講 Trump 嘅支持者是笨色，嘛顛倒互 Trump 有機會甲考試。 Like, I don't know if you guys know this, but there's literally a floating island of garbage in the middle of the ocean right now. Yeah, I think it's called Puerto Rico. 就是这段争议发言后 ，Trump 各方批评讲种族歧视。其实 Trump 伫纽约麦迪逊广场会做这场合，受到邀请的唱歌剧艺人辛克利夫讲拉丁族群的爽笑，讲因爱生囝引起外界批评。对波多黎各来的纽约州众议员欧加修寇蒂兹，甲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华兹讲话的时阵真激动。I need people to understand that when you have some a-hole calling Puerto Rico floating garbage, know that that's what they think about you. People in Puerto Rico are citizens. They pay taxes and they serve in the military at almost a higher rate than anybody else. 辛克利夫透过社群批评上去的人无心切开，毋过喷射岛言论引起效应。爸母拢是波多黎各人的珍妮佛罗培兹透过社群分享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支持波多黎各，甲批评 Trump 侮辱共乡的文章。波多黎各歌手怀皮特嘛分享贺锦丽的竞选影片，表态小听。贺锦丽嘛出面回应，批评 Trump 支持者。 制造仇恨分裂美国 ，Trump 电影赶紧出声，表示这个言论无代表 Trump 的意见。不过后来拜登反击的时阵，说讲 Trump 的支持者是笨色，引起争议。虽然拜登甲白宫拢有澄清讲，敢若是咧批评辛克利夫的争议行为。贺锦丽嘛表示反对批评任何支持者，也是互 Trump 掠到机会考试拜登甲贺锦丽。记者综合报道。其實咱今仔日要來討論這。 要互觀眾朋友開始會當來注意着，因為美國嘅大選，畢竟對咱來講，雖然是外國，但是美國對咱國來講是一個真重要嘅國家。因要選什麼人出來，對咱台灣甲即個中國嘅政策攏有關。那麼8月份以來呢 ，Trump 頭一擺佇經濟學人伊美國總統選舉嘅即個統計模型當中我超過了胡金麗啦！我要先來請教着林老師因為我知影迄 Trump 真牛用這個媒體，唔那是主流的媒體，伊也去上迄個美國上流行、上多人看的 podcast， 一坐落去開講甲袂記的，佮問主持人講，咱講偌久啊？那3點外鐘我小等足一個重要的這個演講，我要隨便來去。 無咱就到遮，你甲我鬥陣離開。咱聽，因為這我問過我真濟同窗還是朋友佇美國，就感覺講，這個 Trump 實有夠選舉的知影大家愛什麼空旁。老師你安怎看？咱前幾年咱看到這個民主黨甲這個共和黨，因這個大選就要結束，
有一个结辩啦，那就以这个法庭内底吼结论呢？结论啦吼啊，当然是讲伊这结论，头先咱有看到，是这个艺人吼讲到这个波多黎各啊吼落尾这拜登啊，拜登佮补一句啊吼补一句就是讲支持这个共和党支持川普的东西东西笨色吼，所以川普的马上吼伊请一领是这个 garbage collection 吼，这个那就捡粪扫，加个伊这个车的顶管，垃圾车的顶管，所以你头先讲到是讲，伊足够利用这个议题吼。川普较一位啊，伊是选过3届美国的总统，吼，2016、2020跟2024啊，即以美国会在讲，足少人，会在讲无人是安尼啦，吼，所以我会记足久以前嘛，讲要化，又讲要妥算啦。所以咱就知影讲，川普较是有影，伊捌做过总统，吼，伊对议题伊有确实做过节目啊，贺锦丽，会使讲就是讲，伊种诉求就是讲爱和平啦，吼，爱团结啦，吼，但是讲到较具体一寡公共政策。伊就无法度讲上过深入吼，所以即个咱就看到是讲，即个民调哪来哪接近啦，吼，哪来接近，大家咱都毋知讲啥物人会当来胜利，是毋是11月初5美国的下暗，是毋是有结果，还是讲抑个一寡州可能抑个有即个争议，吼，即个拢，即个是讲有哪有即种可能性，吼，安尼讲有即个争议。到底要安怎来处理？是毋是为这个法院啦？吼，法院来讲吼，这个州的法院还是落尾以这最高法院，吼，像2000年共款，像2000年共款嘿。哇，议长，咱来看这个吼，这个咱的摇摆州啊 ，swing state， 这吼正手边的这边哦 ，Arizona 啦、Georgia 啦、Pennsylvania， 这吼。你一摆我一摆，你一摆我一摆，这真正是摆来摆去摇摆。但是 North Carolina 2摆，吼，而且愈赢愈多是 Trump。但是咱倒手边来看 ，Wisconsin 跟 Michigan 嘛是一摆一摆，吼。咱台语咧讲哦，讲一摆吼，迄真正 Nevada 2摆拢民主党。而且哦，赢较不少的，算作不少嘞，2.39啊，2.42啊。老师，你安怎来估计讲这个 swing state 这情形？我想吼，基本上因为美国的这个选举的制度吼，真特殊啦。一般你也讲，虽然大家咧讲这个民调，还佫有讨论的空间啦，但是你啊，这个民调这个开始了解了，你就知影，反正咱的概念，咱的投票是较简单啊，反正你就拢做一票，你就偌济人几票安尼啊，送较济送较少，就知啊，结果有过半，啊无过半嘛不要紧，反正你就多数就会使。但是伊毋那是因为你的普选的票无效啊，你爱伫咧逐州分别就去算嘛，啊逐州分别就去算了，啊伊逐州你赢的个是总体，啊伊的即个制度会较特殊啊。赢加专体。对，就总体就对啊，所以你要去算讲大家州吼啊，因为即马迄个民调来看嘛，是拢伫咧即个误差的范围之内啦。即你讲要讲是上赢，真困难。所以你变成讲，卡拉瓦加即个啥，较写7的即个摇摆州嘛，摇摆州嘛，吼，在这个部分，等于讲啊，伊的任何可能性的组合，就拢有这种可能啊。所以就是。想要要安怎预测，就变成足困难的，因为伊的特殊的这种选举就变成足困难的。所以你较会使看迄个趋势是安怎，就是讲到尤其要选举的时阵，虽然已经足侪人先投票，但是愈后壁的时阵，你看选举就是看迄个势嘛，看有做迄个势有做起来。伊就你看迄个势做起来，即摆人是啥？应该是讲有当时较歹看讲迄个势，就是你着看因较重要的人。报啥物人？挺向，你得挺向，最后咧挺啥物人？啊，你要看即摆做生意的人，敢若看起来较济我即个 Trump 即个型啦，好在这部分。
所以呢，因为伫个民调已经无法度透过即摆的即个民调吼来看出吼，就讲预测啥物人会调，所以只要看有迄个势有做起来，啊，万一势啊佫足歹看，就看足歹去判断的，你就看迄个重要的人到底是挖啥物人，还是讲挺啥物人，可能会看会出来。但是话佫讲转来，这做生意的人，即个就是讲这重要的人，伊听是毋是代表民众就听？这就是一个问题。佮另外一种就是最后的期间上重要，就是袂使犯重大的错误，这就足重要的。像较多迄，还是笨手迄算做错误吗？这实在是互大家印象足无好的啦，吼，就是因为头一个迄个已经但是伊的范围较少嘛，伊敢若波多黎各一个所在，准讲也反感。嘛是一个所在，海外迄个领地，反正也无投票啊。犯错犯较大的是拜登，安尼意思。对啊，应该是安尼，就是讲这互大家感觉讲啊，这本来就是国家内底一个政党的这个竞争嘛。你讲支持某一个政党的人是这个无用迄个无好的字来讲，啊，当然对，莫讲是伊家己支持者嘛，感觉讲啊安尼敢适当，啊对迄个去用批评的人，当然嘛是感觉讲啊印象无好，甚至感觉讲啊这个本来无要投票的。来出一口气，对。是，张老师，敢有通啊讲像咱台湾选举啊，我失言啊，歹势啊，对不住啊，敬礼啊，安尼就无输，敢有法度？在美国的选举，美国选举当然伊讲唔对话，候选人吼随着背失礼，这其实一定拢有。哦，但是咧，一般人吼拢是注意伊讲唔对的所在。哦，这较影响。这个误已经造成啊。对，结果尾啊，伊批失礼吼，颠倒大家较无注意。吼，因为你讲唔对吼，可能5分钟以内已经全美国的人拢看有啊。吼，而且佫有足侪 AI 吼，甲你做到其他效果。吼，尾啊，你叫批失礼吼，结果人可能已经较无注意。这是吼，即马足侪国家新闻报道拢有即种代志。即马讲到即边选举吼，到即马吼，可能对共和党来讲吼，小看有较有优势。为虾米？第一咧，就是美国吼，足有即种较传统、较保守的人吼，感觉做一个政治的领导人物吼，应该是查甫的，然后咧白种人，吼，即种是美国社会的主流，即个领导人，吼，每以前的总统除掉奥巴马以外吼，拢是即款的。所以咧，即种非查甫的。白色的人吼，无要投的人吼，至少伫庄下吼1%以上一定是有。但是这边选举差吼，可能就是1%、2%以内。颠倒咧，吼民主党啊，大家讲这个侯经理吼，伊当然是一个足优秀的政治人物，但是咧，伊毕竟是一个女性，而且伊是伫美国来讲算做 color， 就是有色的人种。吼，这种伫足侪庄下所在吼，也是有人感觉讲。做这种做咱美国的领导人吼，可能无适合。这当然吼是一个社会吼无进步，吼，因为应该是这个不管是查某查某，拢爱平等。对，这个敢有法家变做一个议题讲，明白的安尼咧讲。讲是绝对无人敢讲，但是心内是安那想，哦，这里是真歹讲。哦，尤其吼是这边吼共和党的。传播，大家拢知影吼，伊就是一个足够吼，即个去影响、去挑起大家对伊即种的美国传统保守价值的即种支持的即种候选人。所以咧，伊嘛足知影，讲政策，对方是做过参议员、做过副总统，讲真正认真的政策，伊可能讲袂赢。而且伊年岁嘛较大，所以咧，伊讲啥物细节，吼，啥物数字，吼，伊嘛知影吼，伊是伊的弱点。所以伊即边选举到一个所在吼，伊都强调伊是一个英雄，吼，伊是一个未来会当互美国较伟大的人物，吼，互大家感觉，这个是一个英雄。但是咧，尾啊是要安怎领导美国，哦，这个伊真少交代。所以咧，即马我看美国嘅新闻吼，学者啦。以前的官员啦，吼，这个吼拢是较支持民主党，因为认为川普这种领导吼，是不是会当对付中国、对付美国的敌人，吼，应付复杂的代志吼，真歹讲。我最近看到是美国的以前的共和党的以前的总统小布希，伊即马
要80岁啊，身体也足勇。但是伊这边讲，伊无公开支持任何一个候选人。安尼大家拢知影讲，伊就是无支持川普嘛，因为伊是共党的啊。颠倒是民主党以前的总统候选人克林顿、奥巴马，拢走出来支持，这个胡锦丽就是民主党即马候选人，就代表美国的社会吼，即马淡薄仔分裂，吼一般人、普通人，吼看感觉、靠感觉，但是咧，真正的社会的领导人，哦是靠政策，然后咧，佫出一个吼足趣味的人，就是马斯克，吼伊是一个足好野的人。伊即摆讲吼，伫宾州吼，就是一个足重要的州吼。讲大家吼去登记做共和党的选民的人，吼就会当抽奖，逐工抽100万美金。这个咧法律上吼，真正是毋是违法，是有空间。但是咧，大家拢想，哦，你去登记做共和党的选民，可能就代表这个人的政治吼会较倚共和党。安尼咧，你就会当参加抽奖。这种伫美国过去的选举是毋捌有发生过这种代志，极欲回算的，对，极欲。但是咧，哦，这不管如何，至少形成一种议题，形成一种大家注意的新闻。伊即摆停起来啊，无啦。哦，伊叫我讲袂使，但是大家拢知影，伊想要假意杀人选着，伊是支持什么人，大家拢知影。所以咧，这种大企业家这尔啊明显的去介入这边选举吼。这是过去任何一边选举吼，毋捌发生啦。是啊，李老师是，确实啦，因为即马对于美国来讲哦，确实无人敢讲即马11月5号倒一人会用赢，倒一人会赢。而且这两个人即马大家拢看到，拢踮咧即个7个摇摆州、即个摇摆州内面咧走总啊，因为你其他州你去走吼无效。因为有的州你本来就会赢，你唔免去走；啊，有的州你本来会输，你嘛你都无可能要去走。我当然啊算重点嘛。对，所以对因来讲，即马走的剩这个7个州内面的重要的点、重要的城，不管是大的选区，还是讲较重要的城市，吼，还是种农村，因即马走的即个差不多拢走这个7。上尾出几工，拢咧走总啊啦，所以对即马来讲，两个有像个犯错，还是像用个实验，确实加减啊，会影响到选民对因的即个看法啦。啊，毋过对我讲，拜登当然啦，拜登为着要咧替迄个胡锦丽站台，所以讲即个川普。吼，讲伊个支持者是笨手，当然伊到后壁，伊个白宫澄清嘛，就讲是迄个演员，伊是笨手，伊毋是伊个支持者是笨手。问题就头了3个老师咧讲嘛，即马媒体一渲染出去，对啊，大家都出去啊，而且自从去年迄个以哈冲突开始以后。拜登政府处理这个以色列甲这个巴勒斯坦关系这个做法呢，已经引起这个美国的这个阿拉伯主义。但是这摆的选举当中，敢有这个物件，这个主题变做是大家咧讨论的主题吗？唔是主要主题。哈，问题对这个少数族裔、少数族群的人来讲，因会看。这几个人吼，其实踮咧2020前一届。投票的时候，超过80%是支持拜登的。啊，不过这届足侪人对拜登处理以哈冲突这个代志的做法感觉失望，所以有的人就讲，因无爱投票，无一定会支持川普啦。啊，不过因就讲，因无爱投票，因为川普其实是愈支持公开支持以色列的一个美国总统啦。因为进前向甲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公开迁到耶路撒冷，啊，都川普啊，进前无人敢做哦，足敏感的议题哦，敢做啊，所以其实这群的人无一定会支持川普，啊，不过对
拜登会失望，所以伊无爱出来投票。哇，这就麻烦了。哎，所以讲本来是讲贺锦丽希望用伊家己用这个少数主义的背景嘛来吸引1-2%。啊，我即马看起来无呢，即届就这这个少数族群的人无一定会支持，无一定会公开支持他呢。所以讲对于即马来讲，为什么的选情即马愈行愈歹？这嘛是一个足大的原因啦。林老师吼，因为我定定咧看咧美国的这个戏剧吼，因的迄个 StatCon 啊，这一次的选举，互我真侪感觉就是讲，吼，这有影是头一摆吼，双方面吼，后一个人演 Trump， 一个人演拜登啊，足笑亏啦，啊，搭经体都唔捌安尼，遮笑亏啊嘛，但是美国人拢甲我讲吼。迄时是足悲哀的一摆选举，老师你会当用较概括性的来看讲，这一次的美国选举吼，伊敢有劣化，就是讲较歹去，选举文化变歹去，还是讲无啦？这几当进前嘛同款，啊美国人的选举就是安尼，啊因为特殊，咱来看，这美国的选举吼，啊甲选一个，明明是投票啊。投票了，搁爱投互就选举人团，就是 electoral college。啊，这选这州你想赢，唔是讲你投的人。啊，老师啊，这美国的这摆选举你安怎看？这个咱知影吼，咱知影50个州啊，吼啊，但是以这个1787年有这个宪法，吼啊，1788年就是。会选举啊，吼，就是用这种选举人团呐。这阵加美国的东部尔，啊，慢慢东西部啊，到这个西部，吼，为80几张到即马变成538张啊，吼，所以咱现在看到这上侪张的是加州啊，吼，加州54张，吼，这个知影，大家拢知影，这个民主党，吼，这个贺锦丽啊，一定会赢到这个加州，啊，德州。40张，啊是共和党，佛罗里达30张，原来是支持这个共和党甲川普，啊纽约28张是支持这个贺锦丽。咱会当看这美国的地图吼，会再讲是美国的西岸，甲美国的东北岸，这种支持这个民主党吼。所以因为这个宪法的决定啊，吼啊，所以安尼讲要拍破这种。一人一票来投出来，看怎么样较侪票，吼，啊，就当选美国总统，这是甲美国的宪法第2条是完全无违宪的对啦，吼，除非你爱去更改，吼。伊过去咱知影的吼，知影是过去吼，当然是2000年啦，吼，2000年这个小布希甲这高尔，小布希建家呢，吼，共和党，吼，啊，这个高尔民主党。民主党的高尔普选票较济啊，但是落尾伊就输，是吼。啊，个这2016年是川普啊，希拉蕊，吼，这个克林顿的太太，吼，原来是共款安尼。川普得到的普选票是较少，但是这选举人团票较济，吼。2024年的这届，原来有这种可能性。贺锦丽，按讲一票一票，全部加起来，可能是比川普更较济。但是，伊这个每一州无共款的选举人团票，可能伊是输互川普吼。所以对为这种来讲啊，阮那有人检讨啦，吼，检讨来讲吼，改啊，阮那像即届，包括贺锦丽啊，是包括这个沃斯，这个华兹啊，因拢有讲到吼啊，但是这个真正是足困难。就是讲，咱过去这20几档，2000年、2016年有拄到这种情形，一连串啊，吼啊，拢总有5届啊，吼，为这1787年到即马已经5届，不过过去这20档是2届吼。咱看起这个选举的文化，我呢爱看这参选人伊的个性，对，按讲是川普，我感觉伊是做独特啊，或者讲美国要找到伊这种人是足少，来代表一个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来选举啊，吼。所以因就是讲，即届我感觉即届川普已经有较收敛，吼，因为伊有足济即个司法的案件，关系伫的啦。啊，所以我个人的观察来讲，伊即届应该有较温和一点点嘛，吼。啊，但是原来是共款，就是讲打东啊，小打一个。伊选着，甲贺锦丽选着，对外口、对美国外口其他国家的政策，还是对美国本身内底的政策，一定有足大无共款，吼。一个是即个气候变迁，贺锦丽，啊，另外一个是讲要来开采这石油啊，尤其这滨州。啊，页岩气啊，即吼，伊即石头内底，吼，即个天然气啊，吼，所以咱看起来讲，即届的选举啊，原来是凸显出来啊，美国的选举甲咱所想象是足济无共款，吼，但是伊原来是较公平，会使讲伊公平有一个定数啦，按讲定数无够，就法院来去做这个最好的决定。是啊，头早。林老师也讲着讲，不管如何，都一个人当选，对外口、外交、国际的这个变化，拢有绝对性的改变。伊像你会当淡薄仔甲咱描绘一个吼，讲若是何锦丽若当选了，在中东、在乌克兰、在对台海政策，这两个都一个当选，这三项敢会有啥物改变？我想吼，这个何锦丽因为伊是民主党接拜登来，所以伊的延续性小可较悬，但是伫咧延续的迄个过程当中，还是有小可无共款。伫咧即个乌克兰，就是俄罗斯甲乌克兰即个问题当中啊，伊应该是袂像即个拜登加即个加慷慨，伊的援助，但是援助可能愈来愈少，吼，甚至到无，吼啊，但是即个过程要援助偌济，要当时完全切断结束，这还阁有讨论的空间，但是会渐渐啊少。对即个以色列甲即个在中东的即个问题，吼，伊当然伫咧表面上，吼，伊会对即个以色列，吼，因为伊交共和党交川普的共和党较无共款的，就是伊还阁有小可伫咧国际政治内底，还阁有一点啊即个。这个道德理想的迄个成分呐，吼，就是讲你要交伫咧江湖上咧行吼，你也是要有一点啊，即种理想啊、道德啊，无你较无你是要安怎？嘿，对啊，无你是要安怎去交其他的人来要说服其他的人，所以伊伫咧即个方面，伊伫咧喙讲当中，伊当然嘛是会支持，但是伊会讲，伊嘛是会伫咧对外口讲，我嘛是有甲即个以色列，我有甲苦劝，我有叫伊创啥啊，啥物袂使做，吼啊。以色列有要听伊的无？哦，啊，这就看，这个另外一项代志。啊，大家也唔通袂记住吼，就是讲伊的迄个先生吼，就是因翁是这个犹太的，好啊，所以大家认为讲，这因翁会使影响伊偌济身份，这可能爱搁爱个观察啦，吼，就这个部分。过来就是对中国，好，就这部分啊，我就对于这个川普第一届做的开始就对。这个中国，吼，就是讲，这是这个不能讲你竞争者也好啊，敌人也好啊，反正就是甲伊做对象啦，就是伊爱这焦点的这个对象，所以过来就是这个拜登看起来敢若像川普共款，敢若讲话无遐重，吼，但是伊一寡迄个政策伊也共款个延续落去，吼啊，即马迄个贺锦丽应该是一个中国这个问题，吼，我个人。听伊讲的较少，吼，但是我感觉伊也无讲，可能就是延续的可能性较大。但是川普，我唔敢讲伊伫咧拍中国的即个力较大，因为我个人认为川普伊迄个啥，会使交易的迄个可能性较大。就是讲你也出得出我爱的即个即个介绍，我是会使交你谈判，还是甚至会使互相中间。会使，伊咧受访问的时阵，常常安尼讲，伊的即个你讲弹性啦，吼，嘛好啦，吼，就是讲伊的即个会使交易性较大，所以这对台湾来讲，可能爱小夸这个，爱较小心，但是小心嘛无效嘛，啊，是毋是安尼讲？李老师，你在苦笑安尼，我讲小心嘛无效，是我讲唔对吗？
首先爱准备啦，首先爱准备啦，首先爱准备。啊，川普对这个卡多前面那两个问题啊，第一迄个乌克兰加俄罗斯，伊就已经讲遮清楚啊，伊啊总统了后，伊第一天伊就要结束啊嘛。啊，伫个以色列这伊嘛是卡多迄个片头有讲嘛，伊就完全支持以色列啊。卡多老师们嘛拢有讲，这个伊支持以色列的情形，就是讲大家唔敢做的，甲迄个先至伊首都甲迁去耶路撒冷伊也做啊。伊伫个即摆目前中东，尤其是以色列的这个动作，伊嘛是支持啊。吼啊是。即个贺锦丽还去小看，我较早讲嘛，伊讲伊会甲我讲啊，我原则上支持，但是我嘛会甲伊讲，伊啥物袂使做，吼啊，但是赶快做啊，以色列赶快做啊。是，这我想到吼，张老师，Trump 真侪年进前出了一本册叫《交易的艺术》，这内面吼啊，加到伊受访的时候，人家问讲啊，你要甲中国安怎讲？伊讲我他会使即马甲你讲，我甲你讲。阮咧谈判的时阵，无显露，无呈现到咱家己的立场的啦，我袂使甲你讲。所以对遮伊的性格来讲，第一，伊做生意的，伊要甲你做交易，像头头院长安尼讲。但是伊对中国的态度，甲对咱台湾，就有人讲啊，伊对台湾拢就看袂起的吼，啊，就讲咱会甲咱抢劫。但是嘛，真侪人替伊洗白呢，你安怎看？头拄啊，林老师讲吼，这个两个人当选吼，不未来吼，这个对外政策吼，足侪无共，这个我完全同意。台湾足侪人讲，不管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倒一个当选，对台湾拢差不多吼。这个我感觉可能无法度遐尔乐观。哦，这是一个足大的问题。我以前做公务人员的时阵吼，有一个工课就是爱受上歹的状况。哦，这个写出来吼，互这个政府参考。哦，假使咧，咱上歹状况拢有准备，安尼大家拢舒适啊。哦，但是咧，同家就是上歹状况，咱根本拢无去准备，安尼就足歹。我个人认为吼，即边的选举，假使是川普当选，对台湾的影响，可能是1979年美国对中华民国结束信任以后，对台湾上大的挑战，甚至是危机。因为咧，川普吼，伊甲过去几下10年来的美国总统拢无共。美国嘅总统不管是倒一个党做，至少一定会坚持美国嘅价值，吼对欧洲那套嘅支持，对日本嘅支持。对民主的支持，虽然每一个总统做法无同，但是坚持这种价值，是不管任何人做总统，倒一党做总统吼，一定拢是要讲出来，因为这是互美国的敌人了解，有诶物件吼是袂当交易，这互美国的朋友放心，吼不管安怎谈，有一款代志是美国无可能提出来交易的，所以。每一个国家至少会当放心，无互美国卖掉。吼，这是一个足大的根本的问题。你讲一个人会当保护另外一个人，都会当卖掉另外一个人，这是一款代志是两边的讲法。吼，所以咧，川普即马讲，你要台湾纳钱来保护这个保护费，假使。保护台湾是变做看钱来讲话，唔是美国的道德、美国的价值。安尼我甲你大家报告，中国绝对会当出比台湾10倍以上的钱。讲钱，中国绝对比你较好呀，而且中国无国会啊，吼，伊要拿什么钱互美国？不管是真正的这个投资嘛好。买物件嘛好，还是私底下去乌西去送红包，伊敢需要经过伊个国会？无嘛。所以，但是咧，看到咱台湾即马来好，你讲真正美国讲好，爱你纳保护费，爱你增加国防的这个预算。你看即马台湾的立法院，敢有可能去同意？敢有可能去同意？即马是10月31号，今仔日。
明年的中央政府的预算，今嘛国会多数党拢各有意见，安怎还未通过。当然，这是一宪法的权利，民意代表对政府的预算审查，这嘛拢同意。但是咧，看到今嘛的这种政府，这种的政党的形态，你讲未来美国开嘴讲爱台湾增加什么钱，爱加买什么武器，为过去的经验，过去8年蔡英文政府提过一遍，爱增加甲美国买飞弹，这个鱼叉飞弹，这种，迄个时阵咧，伫国会在野党就无同意啊。当然，伊个时阵人较少，所以伊无同意、无算、无准算。但是咱即马看台湾，这个浸水港明年的预算都无通过啊。不管如何啦，这个是政策的问题，咱今仔毋是讨论这。是。但是咧，咱看即马美国嘅川普，假使讲到钱，第一，中国绝对更较有钱。你美国保护台湾，习近平下当甲川普讲，你去拍战争，你去拍阿富汗，你去拍伊拉克，拍掉2兆美金呢。咱即马你拍咱中国，不管如何，你绝对更较济吧。你即马莫讲开2兆，我中国互你5000亿，外加以后台湾互我摕掉以后，全部的晶片，你足高速的，全部拢优先互你美国，敢袂使？大家讲，你是毋是咧如这个后白讲？川普已经不止讲3、4遍，习近平是我上好的朋友，普京是我上好的朋友，所以咧，咱嘛下当合理的去怀疑，习近平是毋是即马已经私底下甲川普已经讲好，敢有可能？敢无可能？假使老师，你这剧本是上歹的剧本哦。对，但是咧，台湾敢有准备无？敢假使川普伊是足用的啊？去讲，你台湾是要增加国防的经费，你台湾是要安怎去对应？老师，你这剧本我要来问李老师，如果这剧本安尼来演落去，那么国民党的委员要安怎应对呢？就讲好啦，你个规矩你改册啦，你卖个买单啦，咁安尼，还是讲安怎想？无啦，即摆若讲哦，像张老师来讲啦，讲若川普讲啊，你台湾爱提悬你的国防经费吼，即个当然，即摆对国民党来讲，甲民众党来讲，基本上是支持啦。啊，问题是，咱台湾用个食偌济来，这就是一个问题。因为进前川普讲嘛，你爱增加你的国防，你爱占差不多10%嘛，10%吼。伊进前，伊第一任的即个国安顾问，即个布莱恩嘛有讲嘛，布莱恩有讲嘛，讲你上少要增加到5%嘛。问题我甲大家报告，问题咱若超过咱的，那我莫讲偌济啦，咱5%就好啦。即摆这无3%，即摆还未到3%哦。问题咱若到5%的时候。应该就差不多占咱中央总预算会超过40%啊，超过40%。若到传播要求10%的时候，迄个唔是讲咱在野党支持无支持哦，是咱政府敢有法度出这条钱啊？这是钱的问题，因为你规个咱的总预算差不多一年差不多2条外，要我3条嘛，那10%变讲。一半差不多偌济钱啊，肯定要国防预算。我大家报告啦，咱有这种情形基本上是踮咧当时，是踮咧冷战时期。迄当阵咱甲中国各有咧有当咧小战的时阵，迄当阵的国防预算确实占咱规个中央总预算是一半以上。问题咱若即马来讲，若要照一半以上我甲大家讲，足侪代志。做袂落去。但是反倒转来讲我要来请教林老师因为就他钟老师所讲的，就 Trump 是一个注重价格的人，无注重价值的人。但是在这贸易战的这个背后其实嘛是某种程度价值跟价格咧相战因为
我就是因为我国内的人讨无食嘛，所以而且吼，你的价值影响到你的作为。譬如讲，我的网站，恁的人拢袂来买啊，恁拢动起来嘛，啊，所以恁的价值影响到阮的价格，所以我要甲你禁止。咱都在这个修正的方面，川普袂安尼去想讲。我才无爱插你，你台湾也好，中华民国也好，你就是这个钱，无这个钱就袂讲的吗？袂发巴拉眼的吗？啊是，而且伊身躯边还佫有义务村这种人，我唔知影会处伊是无会佫伫啊，无佫伫的，老师安怎看？当然，这个川普伊捌做过总统，哦。伊做总统这4当内底，伊卖台湾差不多200亿美金嘛，吼、哦。咱这个 F-16V 这个重罪啊，吼、哦，这个军售案啊，吼、所以川普虽然讲是台湾爱增加这个国防预算，吼、啊，但是咱阮也爱知影，就是讲伊唔仅是对台湾安尼讲，伊对日本捌安尼讲过，对韩国安尼讲过，对欧洲的国家，原来都是共款，哦。但是这民主党还是这拜登，就讲着啊，讲你袂再像欧洲共款啦。啊，咱像讲，啥物人有遐侪钱，你就较保护。川普伊更重要，伊的意思啊，吼，甲伊一寡即个幕僚的意思就是讲，你台湾呐，你按讲要为着家己的安全，那像咱个人爱去交即个保险公司啊，吼。你这保险公司你交较济，你保险公司对你的保障啊，自然有较济啊，吼。所以我是认为讲，这点这个方向啊，哦，是应该台湾爱去思考，但是爱安怎去做，甚至为即马差不多200亿的美金，2.5的 GDP， 吼，直接提升啊，到3%，因为到3%是全部政党。对美国一个承诺就对，过去差不多1-20当，吼，为淡水变，为这个马英九拢有讲到 GDP 的3%，爱一步一步，啊，而且就是讲，咱的国防预算会增加，并唔是讲完全都爱来买这个武器，吼，啊，咱家己本身，咱本身的这个装备，啊，本身的这个这待遇，吼，这原来是一种的方式啊，吼，所以这川普伊开始有影，就是讲对台湾有这种压力，但是伊咧共款对中国有足大压力啊，吼，比如讲中国的电动车，吼，比如讲中国的这个基本的关税，中国要出口去到这美国的60%。对啊，伊唔拿哦，墨西哥的这个做生意的人嘛是咧紧张啊呢。是。啊，个另外是讲，按讲，川普即马就讲较济啦，吼，就是讲，按讲这中国来拍这个台湾，伊要来扣这个150%到200%的关税，哦。啊，另外是讲，伊有讲着讲，中国要来拍台湾啊，美国也阁有这种能力啊，会当将这中国啊拍落花流水啊，吼，所以就是讲，伊有这种经过。哦，经过这个北京，虽然讲伊按讲动算啦，我是想讲吼，包括这个普丁、金正恩，因当这种希望啊，吼，这个川普会当动算，中国是较模糊的对啊，吼，中国当然就讲，阮也知影，这川普做总统，这关税一定对中国经济的成长每一档啊。一定会减少，哦啊，对这个习近平啊，对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这种做不好这种的方向啊，所以中国本来是足紧张，哦，会再讲足少，一个美国总统的选举有这济报告，这济国家，英国嘛是派人去美国观察，吼，啊，原来是支持这个贺锦丽，吼。啊，这个伊朗，原来是希望这个贺锦丽会当动算，哈，所以大家国家为着因家己本身的国家的利益，
虽然讲是无讲啊足清楚，但是阮呐都有这种喜好，即11月初5是什么人来做总统？哦，但是议长，咱可能无法度讲要爱倒一个吧，吼，应该是讲你可能个人感觉，你感觉伊喙足歹的，你无爱听伊的话会使，但是做台湾政府执政者，或者是甚至是在野党，应该是。无迄个选择性，应该是想想讲，头仔我问林老师讲，上歹的剧本是啥物？咱上歹的剧本要安怎来创？是干那提高即个国防预算啊领吗？还是还有啥物物件？我想吼，这个做一个外国来讲啦，咱理论上敢是观察者尔啦。咱当然对较多这个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咱拢是咧看讲啊，啥物人上有可能，但是。啥物人调了，伊的政策就会影响到咱嘛，所以咱理论上较多老师嘛有讲嘛，就是讲爱做好准备啦，不管是即个何金咧，还是讲即个 Trump 了啊，当然也有其他老师讲较歹的即种剧本啦，吼，上歹的剧本是安尼啊，这拢是较输吼。那即个 Trump 调了吼啊，伊较多迄个，我较多是讲伊交易性较强啦，吼，就是讲伊较会使交易啦，就是讲。啊，这对这个中国来讲有好有歹啦，吼啊，但是爱看中国是毋是出迄种计效，就是讲我川普要爱的迄个物件，你有法度付得起无？吼，这是重点。啊，你若付得起，伊的交易性就强嘛，吼。但是佫有一点爱去观察，就是讲，伊对即个关税，吼，伊是做即个感觉讲这万灵丹呐，吼，就是讲这用关税都伊拢是用关税来讲啊，即马即个情形哦，伫个冷战的时阵，美国甲苏联的时阵吼，其实看起来是因背单啦，但事实上是伫个军事顶悬，伫个经济当中，苏联是还佫差美国差足济啦。但是即马即个情形哦，美中即组的即个关系吼，即美国的感觉吼，就是讲军事啦，尤其是经济啦，吼，这弱甲足暗的。所以你即马美国就是趁即马还佫有伊迄个优势的时阵，伊要安怎来处理即个后壁即个弱伊即个人啦，吼啊，所以无共款总统出的即个触风的无共款啦，吼啊有迄像即马即个川普当然嘛是讲嘿，我就是甲你用即个。我即马经济还佫较强吼，我著甲你国际吼，在即个贸易方面吼，甲你这个看会使交我的朋友无，甲朋友大家共同吼来，即个甲你即个甲你限制吼，甚至用即个关税，甲你即个看你的即个国际贸易的即个会使降价无，但是重点就是讲。这种毋是万灵丹啊，因为爱看美国会使挡偌久，因为你用这种关税，最后可能会影响你家己美国的这个经济。譬如讲，你美国你搁买其他共款买共款的物件，你就较贵啊。好的，这个情形啊，所以你得爱看讲因为用你讲这个国际贸易的时阵，伊拢讲足侪解吼，就是讲我拢用这个关税伊用关税数目字来代表伊对这个。进行伊的坚持，还是讲伊感觉讲即个等较重要，我就是用迄个计数啊，对60、100、150，你就实在化安尼。但是这爱看即个美国家己的经济，甲伊国内人民对即种伊家己的生活，因为这慢慢的影响到伊家己的即个生活。但是假使伊美国挡袂掉，其实对即个美国来讲伤是较大，因为你来看即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这个情形，吼，就是大家想拢会发生这个代志，就是大家这个叫做关税壁垒嘛，就是大家拢你会使提关，大家嘛会使提关，啊，你这大家拢提关了，你国际贸易的迄个数目字就加啊，想要国际贸易，国际贸易的重点就是你有的我无的，咱互相来做一个交换，做一个互大家共同的在欢迎啊，啊，你即马大家拢门拢关起来了，你情形你就慢慢国际贸易就开始。所以老议长，你感觉讲，伊可能是吹笑啊，尔，可能是这项咧做的时候，无一定哈手势。选举当然拢会讲较凶，讲较勇，但是你事实上，任何政府开始起嚟了后，你就要去观察啊，伊到底是要安怎做啊？伊做爱有效果，毋是讲啊，爱做有效果路用。是张老师吼，因为我前几日听到即个中央研究院的秘书吼朱敬一。伊咧讲过，美国甲中国的即个贸易战呐，伊讲哦，应该叫科技战呐，
讲科技战是啥物意思呢？就是讲哦，美国哦可能也许在这一般的民生，还是讲较无科技的战处的，无影响到国安呢，伊可能就放互你去，就甲你做正常的贸易、甲交易。但是呢，影响到国安呢，我就甲你脱钩，甚至甲这个国防方面的民军两用的，我就绝对甲你收转来。伊的测量已经是在美国有一个共识，所以在这情形看起来，不管是 Trump 当选还是 Harris 当选，这敢会改变？我想这个应该是无要改变啦，因为美国有国会嘛，美国国会基本上不管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拢认为中国至少是对美国的产业是一种威胁，所以咧，较好的科技卖互中国，这基本上应该是共识。而且其他国家，日本嘛好，欧洲嘛好吼，配合的这个意愿嘛较悬。但是咧，头拄李议长讲的吼，我足赞成，就是吼，川普讲这个关税吼，讲实在吼，是一种完全唔捌经济学的人讲的讲法啦。美国遐尔啊侪人做过总统，过下10年来吼，基本的政策拢是从 GATT 开始到 WTO 吼，拢是全世界至少普通的产品贸易爱自由。因为咧，这个关税这种物件吼，过去传统的印象拢是这个外国来，我物件来我拢给伊关税，安尼阮国家拢有趁钱。但是咧，经济学会当证明，真正我甲外国进口的物件吼，大部分拢是真正咱需要，毋是讲我对较好爱甲进口。亲像中国即马甲美国的贸易，中国差不多一年出口美国5000亿美金左右的物件。这完全唔是讲是美国爱甲中国做好嘅，甲你拜托，甲你斗3工，所以咧我调工来甲你进口，绝对无这种物件，一定是有需要。中国嘅产品继续品质相对其他国家较有优势，所以咧我选择中国买。伊是喙较内咸咸，其实手势无我感觉完全唔捌。对咧关税吼，好，我对中国物件来，我甲税金来用落。拍关。结果咧，中国物件可能就是第一继续一定起嘛，因为税金加了嘛，起啊以后咧，可能美国嘅这个企业家就无甲中国进口，甲外国进口，印度啊其他国家。第一，其他国家生产量是不是马上会当补中国这种？这就七伤拳的哦。对，就是困难嘛。所以咧，第一是美国本身咧进口嘅物件变少，继续是咪起？第二咧，其他国家印度是即摆全部拉甲我买，我是毋是把咧增加继续加碳嘛？所以咧，美国本身的物价这种通货膨胀问题一定是较严重。但是咧，即摆美国人烦恼的就是通货膨胀嘛。结果咧，你讲这种药啊，不只是无治疗的效果，颠倒是互这个病更较严重。就这就是一个爱选总统的人讲的话。然后咧好不要紧，当然伊可能即马追求讲的，选掉以后发现真正无法度杀，就改变，这会啥物影响？即马咧，假使咧，即马讲选后无法度做，因为实在是有困难。安尼咧，伊朗啦、北韩啦、罗西亚啦，中国就想这种总统敢需要去信道伊的话？敢需要去了解伊话，安尼美国嘅伫全世界嘅信用嘛好，威信嘛好，啥人会看会起？这是足简单的道理。所以美国足侪经济学家拢讲这个吼，互咱支持袂落。讲实在，咱台湾嘛是啊，而且互中国嘅产品增加关税，安尼台湾是毋是爱对伊行？台湾假是无对伊行，是毋是变做伊报复嘅对象？这是嘛是一个危险嘛？这就真歹讲，这真歹讲啊！因为伊这种人就是歹性地啊，讲好啊，我每一个国家拢无办法对你行，安尼我美国是错什么？蒋老师，小妹，然后来李老师来。是，确实啦，因为传播界的人性格开始捉摸不定，而且是他随着一个性格来做代志啦，所以对伊来讲交易一定是对伊有好处的人，伊才要做。所以，比如讲，伊对国外来讲
一定会讲你这个国家用咧都用咧带互我什么，带互我什么利益？不只是我国家的利益哦，是包括我可能我支持者的利益啊，吼。大家讲嘛，因的军火商，也是伊即马关键州几个关键州伊的企业嘛，啊，跟农业嘛，因为即马因农业想要卖出去啊，所以对伊来讲，这对伊敢有好处？因为大家拢知影嘛，迄当阵习近平有承诺要甲伊购买多少大豆啦、玉米嘛，到后尾无法度，因为中国大陆食袂落去，食袂遐济啊，所以传播。袂爽，才讲开始咧拍这个贸易战嘛，所以对于来讲哦，相对相对。